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5月爱开始报税咯。今仔日到国税局现场报税是第一天，国税局一透早就来真侪民众。讲今年报税基本的生活费有提升，另外长照甲租金的扣除额嘛有加码，希望会当来减轻到民众的负担。3087号，请到14号柜台。就算落31号，嘛是有真侪人透早就去到国税局柜台报税。随报税季开始，今仔日嘛是柜台报税的头一天，民众把握时间。我每年都是直接来报的，就马上可以了解清楚了，而且资料也不会外泄。主要是可以退税，所以想说早点申报，早点退税。民众希望经报税，通常会当愈早摕到退税，嘛互相提醒今年有新制，包括大人的基本生活费提悬到3000来到21.3万，长照扣除额加码6万来到18万，租金特别扣除额嘛升级到上最18万。扣除额增加，要特别税地变少，同时嘛放零零工薪水累计医药费。同时，现在政府也非常推荐您可以使用网络或是手机报税，像这一间就是专门的教学教税，还有相关的一些规范步骤都张贴在这边。但提醒您，如果使用手机或网络报税，这一点务必要留意。除了柜台办理用网络报税嘛真便利，不过网络报税要注意累计扣除额，亲像到民众报税时，意外发现房贷利息未自动带入扣除额，必须用手写。有一些所得其实国税局是没有办法提供民众查调的，例如说，我可能私人之间的借贷，我有收取利息，那这个利息是需要自己新增的。那又譬如说，就是房东将房屋出租给个人，做居住使用，那我收的租金，这也是需要由房东自行来申报租赁所得的。部分累计扣除额，亲像买厝借款的利息、私人观赏、房屋租金、部分医药费，因为国税局无相关资料，民众必须家己增加报件。提醒民众报税的每个节，注意报税时间和细节，这样精准申报，袂吃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